顾燕珍并没死在你手里。你说什么？不是我杀的。现场行凶的其实是2个人。顾燕珍死在背部贯穿心脏一箭，若旁人看来，定是弓弩射出之命，但以陈某江湖经验推断，则不然。五朝军中弩兵100步外10箭中5，已属上乘。但事发当夜天降暴雨，要知道，弓弩箭弦受雨水影响，弹性骤减。你倒地的位置与死尸距离超100步，你想想，是不是射程不足？所以是有高手替我补了刀。杀顾燕珍的弩箭是用手插进去的，何以见得？若是弓弩射出，斜插入体，箭尾倾斜；但顾燕珍背后箭时，箭尾笔直朝天，乃凶手一箭插入。